Hello， 大家早上好，吃饱了吗？大家要乖乖留在家里哦，因为现在留在家里啊，是对国家最大的贡献。那今天来到了藏传佛教法会的力量第2集。今天我要为大家讲一个故事呢，就是工地女鬼。我是来自喀切拉的过夜仪讲法师，追随我的上师尊贵的第25世占度古仁波切已经12年了。那在还没有故事还没有开始之前呢，那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仁波切对佛法，还有一些关于佛法的一些小小的开示。那仁波切说呢，当我们在进行法会的时候呢，我们观想及祈求诸佛借由他们的力量为我们消除各种障碍，例如负面干扰、邪灵侵犯和中邪等等。那从佛陀那个时代，传统的僧伽团是由4位僧伽组成的。占度古仁波切在成立祈愿堂的时候呢，也依照着佛陀留下来的规矩，每场法会必须有4位法会成员。所以你今天看到我们每一次在进行法会的时候呢，都有4位成员一起持诵跟助念。那来，我今天呢就回归正题，谈回我今天为大家讲的第2个真人真事的故事。那其实这个故事呢，大概是在大概是4年多吧。那它其实是发生在彭亨州的一个工地就是发展商的工地。那时候在建着电屋。那其实这位事主呢，他本身是一位达定，一位处事非常低调的达定，人也非常的和善，跟我们也很谈得来。那我们为什么会认识这位达定呢？其实这达定呢跟她的丈夫呢其实是白手兴家的，他们是属于中小型工业的企业家。那达定之所以会跟我们熟络呢，是因为他常常去到我们的博物中心，然后跟我们购买一些佛物。那慢慢的，我们就这样子成为了朋友。那经过同事的介绍，所以我也认识了这位和蔼可亲的达定。其实他人真的是蛮友善的哦。虽然是自己的，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能干的，怎么说呢，女强人呢，可是她从来没有自居自己是非常有能力，然后呢都是以大局为着想，所以跟她谈话或者是交朋友其实是很舒服的。那其实我记得，其实那时候她找我们的时候呢，是通过我的同事，在博物中心工作的同事。那她介绍说，她跟我的同事说呢，其实她最近在彭亨州有一个发展工地，然后工程进行得非常非常的不顺。那她说，其实很多很多的障碍，那金钱上的周转啊，那工地里的工人呢都全跑了，那而且是半夜半夜跑掉了。那我的这位同事就很好奇，问了他一些为什么会这么样子啊？为什么工作做得好好的，然后老板也待他不薄嘛，为什么会跑掉呢？其实刚刚开始达定其实不是很愿意说出来，那可能这个是跟商机的关系啦。如果告诉别人说，这个地方有一些我们华人所谓的肮脏的东西的话，那可能以后在出卖或者出售这个电屋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些影响，所以他也不是很愿意说。那到最后呢，他也没有办法，那我在跟他见面的时候呢，他也只好很坦白的跟我谈出他的苦衷。他说，其实他的这个工地地段啊，从建到一直在建的时候呢，其实发生很多事情。其实工地也不大，也面积也不大，可是很多很多的障碍，非常非常的不顺。那为什么工人会跑掉呢？
然后而且是半夜3更就跑掉。原来啊，其实有一些留下来的工头就是告诉达丁说，哎呀，他说他们在晚上的时候完全没有办法睡觉，那而且所以早上起来啊，就是工作没有精神。可是每一次呢，是怎么样的睡不着呢？原来其实在他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和半夜的时候，那他们常常听到一些奇怪的声音。那奇怪的声音可能就是这边撞一撞，那边撞一撞。那还有呢，就是有人敲门，有人撞门。那达定也觉得很困扰。那他也请了一些道士去帮忙，就是清除啦这样子，可是还是解决不到问题。那可能平静了1-2天，然后接下来又再来。那达定就说了，哎呀，怎么办呢？那有一个最严重的状况呢，就是每一次他们就是工人收工回去了，就把那些就是铁架，我们叫那个铁架，就是工人踏上去就是做高楼的铁架。那搬进去他们的就是所谓的储存柜。那晚上的时候呢，就把这些工人啊吓到破胆，那个铁架呢自己跑出来，铁架自己走路，然后你看不到有人刚，然后就是在3更半夜，他们听到咔咔咔咔咔声这样子，然后原来是铁架跑了出来。那这些工人吓得就是脸青唇白了。所以达定说，其实他自己本身没有亲眼看到，可是因为工人讲的时候呢，真的是怕的那个样子呢，其实是就是好像被吓到，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办这样子，所以才跑进跟老板说。所以就是而且就这样子的状况呢，就是所谓的这个铁架晚上出来，就是走路的呢，其实走了就是就已经经过了好几个月，可是做了好多事情都没有办法。那法事也做过啦，这边烧这些金银啦也做过了，都没有办法平息这样子的一个看起来其实是蛮怪异的奇异的事件。那其实最严重的就是不只是如此，那工人也在工地受伤。还有呢，就是有时候呢，就是他们在工作的时候啊，那个不小心啊，就是拿起可能是锄头啦、锤子啦，忽然之间会从他们的手上滑下来，这样子掉在他们的脚，所以就无端端就遭殃了。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这些工人全都跑掉了。所以这个让我们这个达定很苦恼，他说要怎么办？那我后来就想想，我们就去做一个户外法会。那我们第一次去做户外法会的时候呢，其实看的那工地，其实早上看起来其实没有什么特别，也没有怎么样，只是觉得你去到的时候呢，就感觉就是工人的那个神情是怎么说呢，就是很硬邦邦的，然后也笑不出来。那好像大家都很紧张，可是他们都很努力在工作，看得出来其实真的很努力在工作。可是就是他们心里好像有一种障碍或者是害怕。那他看到我们，其实他们也没有说特别打招呼，因为我觉得是前一夜应该也是被干扰蛮多的，所以早上起来真的是有点目无表情。那我们去的时候呢，其实是从吉隆坡下去，那时候我们还在吉隆坡下去，大概两个小时。那去到那边大概是早上8点多，正是工人在开工的时候。那后来我们就帮他们做了一场法会。那我有一个惯性的，就是很习惯了，就是每一次我在外面就是执行了就是讲法师的工作之后呢，我都会跟仁波切汇报。那我就很自然的就做完了这一场法会之后呢，那我就跟仁波切汇报。那基本上如果是没有什么特别就是大碍的话呢，或者是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话，那仁波切看了就是没有什么，就是可能给我一个就是OK 这样子，他也不会说什么。那当我就把这个工作这个汇报给仁波切的时候呢，那仁波切就马上就是跟我说，就是说就回我就是讯息说你要做以下我叫你做的事情。
那原来其实后来我才知道，通过仁波切我才知道呢，其实那边的工地啊会发生这样怪的事情，原来是有一位女鬼，她已经住在那边很久了。那我记得这个女鬼啊，还有一个名字的，我记得。然后听仁波切形容呢，她是明初的，她穿的那个服装是明初的，就是有点旗袍，然后下面一个裙子这样子，明初的。然后就是绑2条辫子，然后还有一个名字叫做小兰。那时候仁波切讲的时候，我其实是有点偷笑了，可是你知道，就是觉得真的是有这么可爱的事情发生了。那仁波切说呢，其实我们就称她这位女鬼，就是有点没有礼貌，我就称她这位鬼姐姐了。这个鬼姐姐呢，其实在那一边呢，在这个就是发展商入住之前呢，其实她已经在那边住了好久。那因为发展商在发展这块地的时候呢，其实没有好好的安顿它，所以它干扰了他的生活。那它变成了他自己住的地方变成了没有他的讲呢住所被人家毁掉了。那他很生气，可是因为发展商并不知道，原来其实他已经在那边住了那么久，所以也没有去想太多。所以就这样子呢，仁波切说叫我们马上就是跟这位就是打定说这一回事。那打定听了也有点就是说觉得很歉疚，自己不小心就是冒犯了这位就是鬼姐姐，就是小兰。那仁波切给我们的指示呢，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在这个工地进行最少5到6场的这个户外法会。那还声明说呢，一定要在他的就是工地呢建一个就是好像就是一个暂时的商埠，就是所谓的商埠就是那个就是做烟供的一个怎样讲呢，就是做烟供的小屋子。那要求就是工地的老板见，就是打定见。那我跟打定谈的时候，打定说没有问题。那我们每一次去做法会的时候呢，那我们一定要做这个烟供，还有呢也要做经酒，这每一次都要做同样的就是同样的事情，同样的一个就是指示。那除此之外呢，那仁波切说，因为这个就是我们触犯了他嘛，然后让到他非常的生气，所以这个小兰呢其实非常的不高兴。那怎么样去平息他呢？那仁波切说一定要建一个屋子给小兰就是安居。那仁波切还要求说，那个屋子一定要是打定他本身入住，然后他去建好这个屋子给他。那屋子的形状呢，就好像类似我们的打斗宫这样子。那而且要建在呢比较就是偏远的地方，然后比较高的地方，就是代表一种尊重。然后那边呢就是很少人就是走动的，那它有一个就是比较清静的那种就是安居的地方。那仁波切说呢，而且这个地方呢一定要保持非常的干净。那还有呢，就是定时要就是供食给他。那仁波切还规定说，有一些东西小兰不爱吃。那仁波切说，其实甜品啊、小饼干是没有问题的，还有就是甜的那个饮料，这是仁波切有规定我们做的。那之后呢，还有呢，在工地4边就是工地的4个角。那仁波切规定说，一定要就是印就是一个四面佛母和这个行动嘛，四面佛母的那个就是画像和那个圣像插在工地的4个地方，工地的4个角。那必须是要我们这些就是讲法师去插。那其实事情是很巧妙的，就是仁波切还规定说，当他在给我们指示我们进行第1场到第6场法会的时候呢，我们不可以自己驾车。那打定他必须要安排就是交通工具载我们去，然后载我们回。那仁波切的意思就是说，因为怕我们在中间会被干扰，那
去参与这个法会的那个法会小组呢，那个名单也要给仁波切看过，然后仁波切觉得批准了啊，我们才可以过去。那我记得那时候我们第一天出发的时候，我们是从就是吉隆坡的道场和上面的道场出发，那我们就等打丁的司机来载我们。那我记得我真的是印象蛮深刻的第一场法会。那我不知道为什么那天其实我自己非常非常的不舒服。那我们走出了那个只是出到那个道场的那个路口的时候呢，要往这个Kallang Highway 走来的时候呢，其实不到5分钟，那我就整个人肚子一直在绞到我整个就是冒冷汗，我感觉我自己真的是好像要晕眩。其实我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子的事情，因为我身体向来都还好的，从来不会说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我自己真的是撑不住了，那我就跟司机说，你停一下，我感觉我要呕吐。那果然就是还好，司机停下车呢，其实都还没有驾到路旁，我就忍不住了，就直接就是一开门就呕在那个马路上。还好因为是凌晨了，我们凌晨出发，凌晨大概5点到6点左右出发，所以是没有车的。那我就呕了一大堆，其实呕了我整个人就是其实就是完全没有力的，连就整个人就瘫，就是可以算是瘫在那个他的车的那个椅子上。还好其实真的是快一步，要不然我真的是呕在他的车上，是不是？那那时候我的同事就问我，其实我们还要不要继续？你还可以吗？你可以撑吗？那我就呕了其实呕了蛮久一下，其实我呕了好多东西，我也不知道我呕了什么东西，只是觉得奇怪为什么我会呕。那呕了之后呢，其实我就休息一下，那我就跟那个司机说，我们继续走。那我说我觉得我还可以啦，那我就自己在观想仁波切跟护法说，希望我可以就是完成这一次的这个任务。那我们就直接就去到了，就是一直这样子，那一整个路程其实都很不舒服，那我们就是在文东呢，我们去接我们的另外一个同事，就是谢松平讲法师。那谢松平讲法师跟我一起过去。那谢松平讲法师也是遇到了一些状况，就是他说他在就是他在驾车，就是跟我们会合的那个地方的时候呢，有一条大蛇，就是从他前面走过，所以他要等着那条大蛇走了之后呢，然后他才可以跟我们会合。所以我们等了他大概是他迟了大概是半个小时到45分钟才到达我们跟他会聚的一个地方。那其实我就那时候就是心想，哇，原来真的是还好仁波切说的，就是提醒了我们，就是说我们千万不好自己驾车，因为仁波切说，其实这个女鬼非常非常的生气。如果其实他知道我们，因为他不知道我们是善意还是恶意的，所以如果我们去到他这个工地呢，他以为可能我们会把他赶走，或者是就是把他消灭，所以他会非常非常的生气。那在中途呢，他一定会捉弄我们这样子。果然是真的是如仁波切所料。那还好呢，之后呢，我们会合，我跟就是谢松平讲法师会合了之后呢，那我们就又再就是继续我们的旅程，然后其实之后呢就很顺利的到达了目的地。那我们到工地的时候呢，那我们就马上进行仁波切所叫我们做的东西。那先把这个四面佛母啊，就是插在四个角。那然后呢，就是其实打定已经做好了那个就是用砖头做的那个就是桑钵，就是那个做烟供的那个就是小屋子。那我们就开始做烟供。那屋子呢，就是那个就是那个鬼姐姐啊，是小兰的屋子呢，也做好了。那我们也买了贡品，所有东西都买了。那我们就开始在做烟供的同时呢，那我们另外一个人呢，就是
我们另外组人呢就去就是帮他设置他的小屋子，那排好所有的贡品啦，就是给他很丰盛的贡品，那蜡烛啦，包括一般的那个金银纸我们都准备好。那吃的啦，有糖果啦，就是甜甜的，就是他爱吃的，饮料啦，都准备好了。那屋子也很干净，我们也特别帮他抹了，清理得很干净，所以那屋子是十分漂亮的。那我们就开始做法会。那仁波切说，其实要做大量的烟供。那我们一定要在那个炉边啊，就是在那个烟供的那个小屋子那边做，一边做烟供，然后一边倒金酒，一边做烟供一边倒金酒，然后烟供是特大的，甚至特大的，好像真的是在烧一间家这样子，一直在烧。那我们在旁边在做敬酒的时候呢，其实是烟很熏的，就是整个眼睛都熏得流泪。那太阳又很晒，因为我们去到的时候8点半的时候呢，哇，太阳工地是没有遮拦的，哇，好晒，晒得我们都整个就是每一个人的脸都涨红了，然后又不能喝水，哇，我觉得我们这边工地就是太阳当空之下呢，晒了差不多整个小时。然后又在做烟供，哇，那个火势啊，实在不简单。那很奇怪的就是，当我们做完了整个就是烟供，还有金酒，然后还有就是简短的那个就是祈愿文的时候呢，很奇怪的就是也是一样的东西，就感觉就是说，微风就是又在吹过来，就是你感觉整个感觉又很舒服了。那我们2个讲法师还这边是有听到鸟叫声，好像很开心了，好像整个感觉都很舒服了。那我们就举目看一看一些就是工人，工人感觉好像心情也很好了。所以我是觉得哇，原来真的是好有效果啊。所以仁波切说呢，其实我们真的是要尊重啊，就是我们在做的时候，做法会的时候，一定要尊重这位这个原来的地主，就是这个小兰姐姐。那不尊重的话呢，那可能就会造成他的不方便。所以如果他造成他不方便，幽灵他本身其实跟人一样，就是他都是在6道轮回，那他也有就是喜怒哀乐。那他生气的时候，他自然就是不开心，不开心的话呢，他肯定就会捉弄你，所以这个就是很正常的。那仁波切那时候还有特别就是声明跟打定说呢，就是说他一定要保持那个就是那个小屋子，就是那个小兰的小屋子呢，一定要干净，然后定时就是做供养，还有就是烧香点蜡烛给他。那我们就把其实这个法会陆陆续续6场都做完了。那其实做完了之后呢，然后也照着仁波切所做的每一个就是细节都做完了之后呢，果然之后呢就没有听打电投诉说，工人跑掉啦，然后半夜他的工地的铁架自己走路啦，或者是工人忽然之间不小心那个锤子滑跌在自己的那个脚趾头啦之类的事情已经就没有了。那可是呢，大概是过了1个月或者是2个月，他打电又再打电话过来，打电话就他又很焦急，他说：“哎呀，我的工地又在发生事情了。”那我就觉得很奇怪，我就说，不太可能啊！如果是我们有照着仁波切的指示的话呢，基本上是不可能会有问题的。那我就知道可能有一些细节他没有做到。那我就问他，打电话，你有没有看一看这个小兰的屋子 OK 吗？你有没有问工人有没有就是每天帮他打扫啊？有没有说就是说旁边或者是左右啊干净啊，或者是有什么不妥这样？那打电忽然就觉得对我要去问一问，那就是他叫我等一等，那他赶快就打一个电话去给他的工头，原来才知道真的是事情就出现在小兰的屋子。那小兰的屋子呢，这个工头呢，因为过了1个月多了，差不多2个月了嘛，大家又把事情忘记，因为没有事情了嘛，大家就开开心心了，所以就没有预料到什么状况。原来他们是没有好好的去把小兰的屋子打扫干净，
然后这样子不用紧，那他们做的贡品啊，就是他们放了一些橙子啦、茄子啦，一些小饼干啦、糖果啦，然后他们没有收掉，然后就给一些就是野狗吃，那些小猫小野狗吃了，然后就撒得满地，所以呢，小兰很生气，所以那时候我就再次很严肃的那个语气跟达丁说，我们一定要遵守，就是照着这个指示，把这个屋子，就是打理的好，要不然的话，可能就会造成就是工人啊，或者是你的工程其实进行的非常不顺利。那还好，其实达丁他非常的就是相信我们，因为其实他看我们做的每一个细节，他都发觉到，每一个细节我们都做的就是妥妥当当的，然后一做完了，然后只是呢，其实真的是没有发生任何事情，所以他对我们产生了一定的信任。所以当我们跟他就是劝告他的时候呢，他马上就意识到，然后他马上就把它做好。那说到现在为止啊，其实我都没有再接到达丁的任何电话。那据我所知呢，其实他的工程后来也非常的顺利，所以非常顺利完成。那工头跟工人呢合作也非常的愉快，没有像以前这样子，就是工作的时候呢，就是很多的一些就是状况发生。那他这个工地完成也出乎他意料之外的好跟快，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东西呢。这个经验呢，其实给我一个很大的启示。那也是其实我却常常讲的，其实每一个地方和每一间屋子、每一块空地、每一片土地，都有他自己所谓的土神灵或者是龙族或者是灵体住在那边。那我们身为就是外来的，就是后面来的就是借用者呢，其实我们必须要尊重他们。OK， 那我看看所以我想要讲的就是说，其实一定要尊重他们。为什么呢？其实很简单的，在这个六道轮回里面，其实我们看不到的、听不到的，不代表他们不存在。所以这些土神灵啊、龙族啊，或者是灵体呢，其实他们是存在的，只是我们看不到他们。所以我们记得，不管你在任何的情况之下呢，你有一间新屋子，或者是你一块土地，你一定要先做加持，平息他们，安顿他们。其实他们要的很简单，就是说你不要去破坏就是我的安宁，其实就是这么样子而已。所以他们要的很简单，不会说要你这个啦，你要送金山给我啦，你要送银山给我，他们都没有，他只要一个安身之处。我已经在这边这么久了，所以我想要继续这样子下去，那你就让他拥有这个心愿，那你们互相的尊重，事情肯定是很好办的。好 ，OK。那我这个故事呢，讲的就是比较平时没有像昨天这样子好像过山车这么刺激。当然，我觉得其实在整个过程里面其实对我们来说听起来其实是没有这一回事。可是在就是那时候当下的人呢，其实他们会非常的害怕，因为如果遇到这样子的事情，然后他们又看不到，然后他们又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其实怎么样来说呢？都是会感受到一种就是生命被威胁。那我觉得这一个东西其实在这一次的这个第2集的这个藏传佛教的法会的力量的第2集呢，为什么我会谈这个呢？就是最主要让大家知道，公地地有地主我们物有物主一样的道理来的那还有呢，就是其实我的这个故事呢，今天就讲到这一边。那我就帮一位就是朋友昨天他有问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其实是这么巧符合我今天所要谈的这个课题。他这位朋友叫做
双样双样的问题呢，他就是说啊，请问旧屋子要撤了重建，应该要做法会吗？我不知道他的问题是说应该要做什么法会，还是说应该要做法会吗？但是我就用书面来回答，是的。如果你刚才听了我这个故事的话呢，的确是需要做法会的，不管是土地、建筑物，或者是新的屋子、旧的屋子，其实都要做法会。那一般上呢，怎么样的法会呢？其实看个人。那我们通常呢，就是会去到比如说好像我们就以这个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来回答了。那旧屋子拆了就变成一块地了嘛，对不对？那你变成一块地了，就是说你在还没有在重建之前呢，那你一定要就是讲讲呢，就是调服啊，或者是平息一下，就是住了这边很久的朋友，你看不到的朋友，那可能是大多公，或者是土地公啦，我们所谓的土地公，或者是其他的土神灵啊，或者是这边你看不到的好朋友。和我们其实所谓的幽灵啊，到处都有，只是我们看不到他们而已。那他会不会干扰你？很多时候也是因为我们的业障的问题。那有时候也是因为我们可能触犯了他们的私隐他们也有私隐每一个人都有私隐包括六道众生都有他自己的私隐。那所以呢，我的建议就是说，你其实最好在你已经拆了嘛，说拆了就最好呢，在还没有重建之前，就还没有动工之前呢，就是还没有装修之前，一定要做一场法会。那清除就是净化你的这个土地。那净化这个土地呢，有2个好处。第一个呢，就是你让就是住在这边的，就是你看不到的好朋友啊，就是他可以就是说，我的安身之处没有被毁掉，我还是可以住在原来的地方，所以他就会很尊重你，他会很感谢你给他就是继续留下来。那第二呢，做法会还有一个好处呢，除了这个之外呢，你还可以就是说就是让你的这个就是这个地方啊，这个土地啊，就是我们所谓的就是加强它的那个就是磁场或者是气场那个能量。所以其实它是有2个好处。那还有呢，就是额外的呢，就是说，然后你住在就是你重建了之后，你住在这一边的人呢，也会和和气气，因为你的磁场好嘛。好的磁场呢，肯定是吸引好的，就是好的能量。所以呢，其实它是有好多好处的。所以做法会呢，就是有这样子的好处，不只是帮你平息，就是你身边的一些就是你看不到的好朋友，另外一方面呢，也帮助你现有现前的就是土地，还有就是你的身边的家人那一般上呢，就是在像这样子的情况呢，就是旧屋一拆了，那你马上做一场法会，那然后你就叫就是装修的人到来，就是帮你就是建屋子啦，就是重建啦，做就是什么装啦之类的。然后做完了呢之后呢，就是你搬进去之前呢那如果是能力可以的话呢，其实我也会建议你多做另外一场的就是新居入伙的法会。那这个也是很好，为什么吗？因为你虽然做了第一场嘛，那可能你已经是说安抚了你的朋友，可是第2场呢，可能你就是说我已经这间家我已经做好了，那我也是想大家就是有一个新气象新的开始，新的那个讲新的日子要过，那我们大家一起，你把它当作一家人，那我们一起来庆祝我们新居入伙，那你也有一个很好的安居的地方这样子，所以其实是很好的，所以你可以做2场法会。那可是呢，在这个之前呢，先做第1场，一定要做第1场，要不然呢，你可能会发生类似这位打定的同样的那个问题。可能会触犯到他们这个就是其实我刚才的故事已经是帮你解答了你的问题了谢谢你的支持跟观看。如果还有什么你不是很明白，或者是你听了不是觉得不是听得很仔细的话呢，你可以就是在留言让我知道，那我会再细细的跟你回答
谢谢你。那其实到这边呢，其实我们也其实差不多到了一个总结。我今天其实觉得这个是很需要去跟大家谈一谈的。那我最近还听说有很多的朋友啊，是他们我有一些朋友呢，还有一些亲戚呢，他们就跟政府啊申请到了一些就是新的一些靶场，我们所谓的靶场就所谓土地啦，那就很兴致勃勃啦，就要砍伐啦，要烧靶啦，就是那我听了就真的是有点就是吓了，我就告诉他们说，其实在你砍疤或者是烧疤之前，其实这个疤呢，就是好像就是小森林，那里面住着好多好多的生物，那甲虫啦、虫类啦、蛇类啦，或者是一些就是小动物。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一些就是可能老虎之类的。那你如果是没有，就是说没有做法会，然后你就贸贸然的把这个疤就一片这样子烧掉呢，就是你想象得到吗？如果你有11个的靶场或者是土地的话，你烧了多少的生物？所以其实这个总是一种讲呢，就是可以算是一种无名的杀生啊，其实对自己也会产生一种恶业。所以呢，避免这种事情发生呢，我是会建议呢，每一个人，如果是你们，尤其是一些就是发展商，或者是一些就是做农业的，那你们还没有在进行开发之前呢，最好呢其实是进行一场法会就是可以跟我们科切拉启言堂就是联系做一场法会。那对就是工作的人，还有就是对当地住着的一些无名的，就是你看不到的就是土地公啦、土神灵啦，都可以就是帮助到他们。还有一些小动物，那你也可以帮他就是累积功德，那赶快就是脱离就是轮回之苦。这个很重要很重要哈，记得因为我最近听了很多朋友啊，兴致勃勃啊，就是说拿到了一些靶场这样子，然后就告诉我说，哎呀，我要种猫山王啦，我要种什么西瓜啦之类的，那当然是很开心啦，我也是很恭喜你啦，可是在做之前一定要护身啊，一定要护身 ，OK？ 好。那到最后呢，我还是要以仁波切的教诲作为就是我们的故事的就是结尾。那仁波切常说啊，其实万物皆有灵性众生皆平等。那就好像仁波切刚才我提到的，就是对待这位小兰姐姐这个鬼姐姐呢，其实仁波切也会特别束缚我们说，就是为她建一个小屋子给她住。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所以我感觉到其实呢，让他有一个安身之处，其实这个就是仁波切对一种就是非人的表现，那种就是一种很慈悲的表现。那很多一般上呢，我们只是想到，我要驱赶他，我要把他赶快赶出我的屋子，不要再给我看到他，或者是我把他收起来。我们华人就看戏的看得多嘛，和道士很喜欢收鬼啊，收在那个葫芦那边。其实那个是一种有点不人道的方式，其实不好那仁波切还说呢，其实仁波切讲的很白话的，他说我们强调了别人的地方，然后我们应该自己感到很抱歉，不要觉得就是别人来侵犯我们，其实是我们侵犯别人。他说呢，其实如果他们会生气，或者是他会伤害你，其实他不是故意的，他也不是企图要伤害你，因为你伤害他先，所以我们必须要想到这一点，一定要想到这一点。所以每一次仁波切在处理这样子的个案呢，其实仁波切都是以非常非常慈悲的方式去处理，他绝对不会说去消灭这个所谓看不到的一些就是就现在所谓的这位鬼姐姐，她一定会觉得我们必须要和睦相处。人不犯我也不犯人一样的道理。那其实我觉得从这样子的一个个案展现出来，其实我这一点我非常非常的敬佩仁波切，他真的是给我感觉就是一个真正的大德的那种，就是他
他那种慈悲心的那种大度，其实是真的是让我觉得，哇，其实做这种工作其实是很有意义的。所以我觉得为什么我今天可以就是坚持到今天，也是因为仁波切在处理这些细节的时候呢，他非常非常的慈悲，而且慈悲的就是他真的是表现一个大师的那个气度，让你就是很折服，你没有办法不触动。就算是看不到的，他也明知道，其实我们就是一般的凡夫俗子，像我这样子，我不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所以他也知道他讲的东西我未必明白，但是他就是尽量的让我去就是开阔我的视野。其实除了人之外呢，除了你看到的东西之外呢，其实还有好多好多生物是你看不到的，所以不要因为我们的无明而去伤害他们。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非常非常折服的一点，那这个是我跟大家分享。那我今天呢，其实就讲到这里为止。那我真的是很感谢大家的收看。那我希望也通过这个除了听故事之外呢，我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样子的一个就是视频呢，能够长一些知识，就是了解多一点。藏传佛教的那个法会记得，其实藏传佛教的法会呢，它有它的力量是无限的，你没有办法去推荐，因为这个是佛的力量。那我接下来呢，其实就打一下广告。那我明天呢将会为大家带来就是藏传佛教法会的第3集那个是讲述一位就是身怀六甲的一个少妇啊，如何在仁波切的协助之下呢，在护法的帮助之下呢，庇护之下呢，生下了健康的宝宝，然后他自己本身也从死门关走了一圈回来。其实这个也是非常非常的其实也是一个很惊险，就是怎么说呢，如果是你是那个当事人的话呢，其实你真的是会觉得自己从死门关走了回来很多时候呢，其实你也不知道几时会那一天是到你死期，是你没有办法去选择的。这位少妇也是一样，她怎么也没有想到她自己怀孕竟然就是她送死的那一天。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警惕的故事啦。那记得大家准时收看。那还有呢，其实我在这边呢，在关机之前那我也给大家打一个就是小小的广告了，给一些温馨提醒。那今天下午呢2点正呢，由我们的罗胜标讲法师主持的夜依佛母修持法门每日共修。我觉得在这个疫情状况还不是很稳定的时候呢，那大家千万别错过就是胜标讲法师一起共修为自己家人、周围的朋友及世界各地的人祈福，并祝愿他们每一个人都在这个时候呢，可以获得尊贵的夜依佛母的庇护。所以我觉得大家一定不要错过就是胜标讲法师这个用心的一个主持的这个就是共修会，大家一定要参与，这个是一种就是很好的庇护那接下来呢，到了晚上9点呢，我们还有就是我们和蔼可亲的就是温婉如讲法师为大家主持的修行这个佛法分享的单元。大家在这个行馆的那个时候呢，除了就是不忙碌其实我们都现在都蛮得空，然后只是关在家里也没什么事情做，那你就可以没有借口可以很从容不迫的就是聆听佛法。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好就是学习佛法的一个好时机。所以就是我们的讲法师他们真的是很用心的去给大家做很多准备功课大家不要错过。那最后呢，我还是要特别的介绍了，就是我们有就是每一个早上就是可能大家有一些人还没有睡醒那我们也有我们的就是我们的帕斯训就是讲法师呢主持的念念当下15天的禅修计划。那你可以在这个15天的禅修单元里面学习如何运用9轮速系法。这个禅修单元可以减压，可以去除你心理的焦虑还有身体的疾病。所以在这个时候其实大家一定要参与。为什么呢？因为
我们都不知道，其实到底这个冠状肺炎可以的那个状况可以就是会延迟到多久，所以我们心里多少都会有焦虑。那我相信一些就是工作的啦，又怕失去就是怕失去自己的工作，或者是老板减薪啦。那做老板的呢，可能就会担心说，哎呦，我接下来都不知有没有办法发薪水给我的工人，或者是我的自己的那个小企业啊，或者是大企业会不会倒？那与其干着急，倒不如就是每一天花一个就是半个小时跟我们的就是陈讲法师一起就是禅修，把心平复下来，那开始美好的一天就不要去想了，把正面的能量拉起来把负面的能量拉倒下去。 OK， 好，那还有最后呢，其实我祝大家在这个行管制的那个期间呢，过得充实愉快法喜满满，为国家做贡献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时候呢，为了感恩我们每一个自己心爱的朋友啊，就是我们大家就好乖乖的守在家里。我觉得是怎么说呢，抗疫人人有责祝大家就是抗疫快乐，谢谢。